最近無資平台有一個台灣的查某囡仔講，家己要去南美洲6個國家發起無資計劃，要甲大家報13班的旅費，卻引起爭議。有網友認為講，若準備去旅遊呢，就愛家己趁錢，毋是甲別人募款。這當事人已經甲計劃落價，也來甲回實的咯，強調講是伊無想清楚。獨立或小眾創作者，他沒有啟動資金，那他就募資平台，他就給了一個這樣的機會，去讓大家看到他們的創意。李導，伊是圖文創作者，自網絡策劃到實際設計出周邊的產品。伊除了接辦，也講伊進前用無資平台提供作品的能見度，那是賣也講消費的經驗。它的價格會比較漂亮。那你有買過非實體的嗎？有啊，像是一些創作者他們的影像，或是插畫，甚至是課程都有。對，這個在網絡上其實還蠻常見的。英國這幫有人發起勇敢查某囡仔勇闖南美6國的無資計劃，講伊會對墨西哥到秘魯自助旅行，按算要開18班，未對外募款13班。提案人講，伊會整理一份南美17指南，予贊助者以後較袂行冤枉路。佇網絡頂引起大家討論，上尾即個一個人贊助300塊，專欄已經下架。當事人也佇社群平台發文道歉，講一開始是看到歐美有這種募款的計劃，也想要試看賣，無甲回饋價值想清楚就上架，造成反彈，感到抱歉。專家講，無共鳴感是失敗原因。多數人會期望說，如果今天要是我付出了這樣的贊助啊，那除非你是這種公益團體或者是一些特定的弱勢，不然的話，他可能會希望能夠拿到實際的一個產品的內容，或者是說可能一個更獨特的一個周邊商品。那第二個呢，則是知識的一個程度。國內線上平台包括台灣第一個群眾募資的澤澤，偏向科技類的 Flying V。主要課程業務的學校，不過無資平台經過這麼多年，也出現真濟消費爭議，像上網交貨、產品甲有機有差這個問題。消保官講，作為部怎麼正在定草案，規範集資平台定型化契約應該記載甲無應該記載事項，和集資平台照會做。現階段，若消費者在集資平台上購買商品，遇到延遲交貨之情形，經催告仍未取得商品時，可解約退款。若商品有瑕疵，可向業者請求履行瑕疵擔保責任。此外，倘業者遲未退款者，消費者可選擇向發卡銀行申請爭議賬款。對這麼在網絡頂討論的南美型募款活動，消保官講，雖然提案人甲贊助者之間無消保法會當適用，也閣有民法的相關規定。集資平台算是消保法所講的企業經營者。所以，若是贊助人甲投資平台之間有消費爭議，是適用消保法。記者綜合報道。